看起来真正有够鼓吹。来看这个政治的新闻，行政院长陈建仁早就已经主动放弃卸任副总统的礼遇，今麦要伫领的只剩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立委王宏维举行记者会，伊提议修法调整卸任的正副元首的礼遇金，嘛要求行政院长陈建仁要兑现承诺，因为演过年金改革的时，为了安打军工教的人员，当时的副总统陈建仁就捌讲过，讲卸任后的这个正副总统、正副元首的礼遇条例，将比较一般的公务人员的退休金调整为每个月75000块。针对这件代志，陈建仁讲一切尊重立法院。我愿意成全陈建仁，院长。求人得人哈！国民党立委王宏维要求行政院长陈建仁要兑现伊在做单副总统时阵捌讲过的话。但是我是觉得大家共体时间是有必要。过去年金的改革，陈建仁捌就节目按捺军公告，因为正副元首的礼遇金会用比照公务员来调整。王宏维的要求爱讲会到做会到，才能够落实当年陈副总统对所有军公教的一个承诺，否则的话，你没有修法，那当然这个话不就是空话吗？王宏维进一步提案，针对礼遇金卸任总统每个月送新台票25万，调整到每个月存7万5，副总统为每个月18万嘛，共款降到7万5。我们当然是要尊重立法院审议的结果这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来看112年的总计算，目前也来领礼遇金的，只剩剩马英九一个人，总共是331万外，会用领到明年的5月。除了单副总统陈建仁，早就已经主动来放弃，其他卸任的正副元首拢已经过了领钱的期限。就只有马前总统，那是否请王委员先去问问马前总统的意愿？请他对这样针对他的立法力呢有什么看法？我认为就是应该一致适用这个相关的提案呢，我还没有跟我们党团资深的立委去报告过。陈建仁新上任早就已经主动放弃卸任副总统的礼遇，是不是要来修法变成是立法院新会期的公共焦点？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